對於風水命理之說，可謂眾說紛紜。但一般人企喺求運、求財、求福嘅立場，為免虧損，就會採取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嘅心態去嘗試。其實風水所求嘅福，只係屬地、屬物質嘅。只有上帝所賜嘅福，係唔單止屬地，亦都係屬天嘅。唔單止包括今生，亦都係包括來生嘅。風水只係理論嘅測度，以自然同埋時間嚟到分析，但係上帝係全能全知嘅，而且充滿慈愛、恩典同埋能力，並且喺耶穌裏邊賜下永生等等天上各樣屬靈嘅福氣。永生嘅福係超越時間、超越自然。風水唔能夠赦免人嘅罪，亦都唔能夠俾人救恩，唯有基督先至係萬福嘅源頭。凡信靠佢嘅，必能夠確實得到佢所賜俾我哋嘅永生。